天意的手，天意的脚步，慢慢行人生的路，用后背的辛苦，换头前的幸福，爱甘愿无惧航电，做甜蜜的梦。思念的风吹过来，该等于同乡，俩心酸的爱。月光啊，牵你走去的路，本眼风给你看清楚，看思念的水落下来，留爱你的苦，空到心肝肚，爱袂等你求下本人祝福，将过欠爱的手，爱感谢天父。听去安抚吼，爱看弥漫了，当早就开门，休息的也唔去关门啦，一定对个电影转去，弥漫个高兴啦，爱上安抚头吼，一定睡唔到觉啦，爱无关伊个意思，看到弥漫了。这下的情况，我就想到20年前，我离开个世界，弥漫老生人呢，一定也是安养过的。我至少对不起阿曼西啊，不过我要讲阿专业时节，我过去唔甘面人阿离婚。都是有哪有猜猜，我至少嘛唔定用帮因讲好，我至少冇想我害到弥漫了嘞。你的心情哦，我了解啦。当然，我离开弥漫家这位世界啦，我的心度就想，我一定会从台前转来，假使冇做到吼，就冇面子转来啦。我唔知哦，安样的比较有适合无？不过你下想想哦，我当然哦按知识，思想都去甲伊想法，啥无想到偏也甘输啦。我无你创，二年人也叫我做伊弥漫了，家庭前还跟你去家。最后啊，通下一句话，想想弥漫了大家的心情。我先落去啦。我希望你哦，有较聪明的家庭，莫把弥漫啊，过一摆伤害。哦。喂，喂，讲话，你唔讲话咯？你咪乜东西啊？阿珍，阿珍，我啲嘢呐，你啲呢？我當社員啲麼？過得好唔好啦？
你爱唔错的啊，做咩人等？爱咱保证，爱像原谅爱好无？你认真来，爱接唔做来好无？我看到你写的，你讲的系真紧的么？真的啊，你片面人咯，叫伊慢慢来，爱去尝试，爱你阿伯吼，讲会到，做会到。 阿妹，你要变số好嘞，还会说，你冇会说嘛？哎呦，我讲的咯，啊，我爱说二岁啊。做唔得啦，根本嘢咯，我硬爱老人做盘呢，你冇会说吼，硬咩冇会说？人家姊妹当奇怪呢，这种气味面样的，我装迄做嘛，装切的啊。哎呦阿妹，你不卡最宝贝的阿妹冇会说，你用水来睇啊哈？你是要讲天啊？你啊怪得哦，我当然就当我说，甲阿珍就像一家模一样的啊，啊，甲照出去，我用我说的就够了哈，啊？阿珍姐，阿珍，阿曼姨，歹势。无要紧，做来就好了哈，啊？阿珍姐，阿珍姐做来嘞，阿珍姐做来了。啊？你读到安眠时？今天我会提的，你离开出这有个事情哦。迄哪讲的啦？你老皮讲的。我今日都攞杯读到去啦，顺晒老佢讲的，佢讲我天数前日，我想到正义前度的。许师傅，佢今日评论时间还讲前度尾，佢希望我莫从佢头牌穷人，如果伊摆到上回大家，全是为安样，我将家庭转来。佢頭擺未有嘅苦衷，佢哋下場會感覺到對不起大家，對大家真歹勢。有些事情没讲歹勢，就做得嘅。阿妹啦，阿珍要请忝，啊，就嘛事情听我讲哈。嘿呀，我水饱怎么有精神？阿珍姐，你做来咧吼，我就做得好水话咧，就唔是啦，咪叫我等你做来咧。歹勢啦，要本大家就怪小我。好啦，哈，我做休息哈，好好，来了，来了。哎，那就过来了，好。開始。今晡日，廖家明就會主題咧，航班我新聞真當個，就我問過嘢名咧，兩妹幫忙，我真是自由咧，想跳回加班機嘅時節，有萬因未想唔到，底下我係咁樣嘅局面，有萬講。全来公布一场。阿珍啊，阿姨，啊，有车我将我走出去呢。
歹势啦，又帮你小爱咧。讲嘛歹势咯。呀，今日上去攀了，啊？我老本贵就好咧啦。你啥意哦？敢问也陪去？唔是啦，是问伊，还是甲意思做得咧。我是讲讲犯规哦，要犯罪，要上去倒啦。我想了解前鬼唔会这样错。我通去贴法总会上，情认真，未欺负心机。我想去了解排真紧的啦。公婆一场，大家好来好去，我想经过越好的技术相处，根本去下个了去最尾一摆见面，我想够小心去一摆。咩好？迄唔爱吼，就好啦，吼。文贵，是木伊啦。阿珍，那是木伊吼，你很表态，我较持久。我们真是感谢你过去，是对我很好。咁有啫，我讲咯，迄本来大家痛苦较多，莫该不对人头。阿珍，你听嘛，那离婚的协议书就像一条鞭一样的。我要老了，离婚的协议书裱起来，挂到我的床边，当伊看，身体我一家，做唔得翻，条摆唔错。虽然讲按那暂时的分开，但是等下慢慢才这样改过，我还没让你对账啊。其实，我哋还是想要好好过自家的生活啦。其他的事情，我没办法度过想嘞。分贵，无论高兴用歹因，我只是希望你做得好好过自家的生活。我要祝福你，有新的开始。赶紧自家好好过出，我先走嘞。哦。哇，这绿茶办好了呢。很强哦。阿珍姐，你厉害哟！你那个忙啊忙啊咯哈，你爱上啊。阿妈姐，你来拄好啦。我想请你吼，让我继续看了绿茶办吼，然后回头做得么？绿茶办。哎呀，迄阿东姑父卡吼，天命的茶做的哦。哦，人是最上哈。请笑哦。这种感觉真高级哈。阿东哦，你叫人平常对下做头的茶叶泡茶工咯，他方案出了，真凉爽。好吃。阿仔，唔做到啊？阿妈姐，是梦怡啊。阿妹，还有啦，糍粑呀，糍粑都好吃的哦，吃吃看呢。阿
妈子，我买。看，阿妹吼，说都讲唔出话的呢，一定同我说对话咩？阿细个感觉吼，感觉真幸福啊！真幸福，你用会讲啊？跟米色了，哈，点心做起来，本人感觉讲，我唔记得，逐摆就想要食，对无？当然啊，希望讲，因个点心做得分全世界人去分享，安样点心就简单嘞，好，阿仔啊，成功嘞！安尼太好诶，伊遐着做得咧，老爷茶点心咧，让到米满了，还有阿东姑的要开了卖，安尼把有米满了的名诶，再加上阿东姑提名的茶，一定做得卖得动好。家英啊，唔是在个行销高手，伊会卖东西哦。这当然啊，有哪都代表答案 Q 迄个假的哦。不过阿珍伫米满了吼，佮点心做安多，了伊做咸啊多的点心做茶吼，安拢感觉甜啊。莫要紧啦，咱本来是请来做点心嘛，或者做咧做互你好食点心，本海啦当面来食，还唔会甜啦。哎呀，做得吼，你讲吼，做得适到幸福的感觉。当然也着注用适到幸福的字面来做主题，安尼个话吼，推广出去一定会动好，大家知道喏。遐个想法又好啊！阿珍姐，你要用慢啊？我感觉讲吼，你商品的卖相非常的重要，特别是我哋大人吼，你幸福的感觉，像你包装啦，还个派盘的设计啊，出来配合的多。好，还有最重要的，本人汉邦时的时间啊，是在感受得到你幸福的感觉。哦，阿珍姐，这个很聪明哦。啊，夹夹老去加薪水啦。我的话吼，像佢很聪明吼，又很会做菜，本人抢这位吼，一定做长的啦。哦，你帮我1000万吼，我咪唔会做。哦，到本2千万就这啦。怎唔会咧？我一生囡哦，出来带到密码了，阿妈已经讲好吗？哦，好啦，哈，系嘛。哎呦啊，我个点心做得卖啊！当多啊。啊，还想到咧，像我哋密码了诶，9000万，阿妈已经讲好吗？啊，9000办啦，伊那个感应的东西，好。你系我自家做的点心，我想会请你食看看呢。哎呀，怎么个按下去呢？我想我会大声音，一天来说本意，你听接受。好，什么嘢啊？这也慢慢了，很好嘛。我那份贵离婚的事情全办好嘞。真紧啊！当好当好，咪万夹到，一天全放去哦。记得哦，比我还难欢喜啦。不过我今半夜下了心满意的，希望你哦，我哋喊你倒来回来，做咧多多阿妈子加风音，我系润喜喊个福气真是前台。我想唔到你还喊做咧多多像你安样的闺蜜，天公伯吼真是当相爱的。其实俺没我做马街啊，这的路上哦，读到你听听啦。你愿意做一起哦，是你自家的选择，俺冇听说马街啦。希望你有心的请来，马木人都好啊。不过最主要的哦，是你跟因还讲会解到我，我感觉讲是家真自私啦。不过不论样办因，我做得顺利转移密码了，喊个改结婚归离婚的事情，只是会到心梦伊，感谢你讲错。真嘅唔敢当，俺冇按备胎啦。其实，俺俩做嘅全部嘅事情哦，就会向弥补对弥漫一家人造成的伤害。比起家头是个苦哦，俺俩做嘅无算马街啦。其实哦，我相信你做的，记得一天做得感受得到啦。留袂时间去见面，就像我老公过穷样啊，恐怕做唔上，咪做咧做朋友互相咧关系嘛。过去哦，就本去过去啦，安尼应该会好好咧把握你下长错啊。俺俩应该会把马街咧，俺冇想过爱消费。违反公约的。
会长。家英啊，无看凉水哦，冰野条的，去点心哦，来看冰野条的做得无？冰野刀的哦。系啊。好啊，你看哦，竟然还安尼出出入入，一看就看到野刀的。再加上人家的阿珍姐的点心，唔但好食，更卖相美好，竟然还一年来看到我流血汗水哦。好好。不过挨到点心哦，实在无办个想法，我想看看啊，怎样的冰哦较好啊？啊，我想到的啦，跟日本的和果子专卖店有看过吗？我无离开过台湾，无看过乜个日本的店的。我只是没有看电视吧？这电视当然没做提做嘿，跟日本的和果子店诶，厉害的吼，没产品的本身哦，是最厉害的迄个包装，本人吃到吼，都好食，又多高级，又多幸福的感觉。听起来伊好啊！再讲哦，下面哦又有气氛，点心个好吃，一定会成功。不过，我有气氛，会发动多钱的状况啊！也唔是担心啦，若到台北的时候认识同到台北的一个广告公司啊，应该吼做得更便宜一啲的。拜托你啊！好嚟啦，嚟坐下。哎，阿姨，来试试个啊。谢谢。谢谢。咦，大英啊，什么人呢？我哋永远天数哦。啦，阿妹啊，迄地杯哦，不用插副天房哦，真浪费啊！我想办办的哦，来做教人泡茶的教室，做得无啊？凊彩你啦，唔看样做是样啊，做一家客厅就好啦。还没到咧，冇法度到二天数啊。家英啊，唔看牙当久啦，当日都无闲到该做事，到你啊闲去家人，干啥？阿妹，老家人讲嘢去做乜嘅？佢捱嘅鹽分還蠻多。哼哼，緣分咯嚇，既然幾日都該做事，緣分自己要照出來嘅嘛。阿妹，從安泰還蠻結婚人啊，依度。講來講去哦，就挨花啦。哎，家燕嘛，你還記得冇？你細細個時候啊，時常都講好交不牙當菇啊。阿姨，這個時節人家都講笑話呢，唔當真哦。咪該講笑，哎，俺哋還冇男朋友，交不牙當菇嘟嘟好啊。想看下咧，俺兩爺妹哦感情安好，像姊妹共樣啊。還有啊，俺也冇妹嘅，跟交不牙做心球，又出嚟做鴨妹嘅，愛咩以後咩？哎呦，阿姨又冇乜嘅要求啦，假使你嫁落嚟吼，實實叫他孫嚟幫俺啦，安怎好咧？好嘛？阿妹，咪講。還講見少年咧吼。還我坐喺做乜噶？天茶本認識啦。來食啥？識真係我嘅，可能先。愛我夾實啦。你阿 Q 做乜㗎？哦，他现在哦正处在残念的状态中。残念什么啊？残念就是遗憾呐、遗憾什么？因为阿珍姐不是他找到的，他觉得很遗憾呐、哎呦，是谁找到有什么差哦？重点黑阿珍姐已经做了米满了嘞。哎，你还不了解我阿 Q 吗？这对他来讲哦有很大的差别。如果是他找到阿珍姐的话，那他就有功劳啊。可是现在又不是他找到的，他就不可以在骄傲大姐面前邀功啦。哦，搞了大半天，原来问题还是出在矮太姐身上啊。哎，我越来越同情你阿 Q 嘞。你阿 Q 啊，为懂矮太姐欢喜吼，已经无所不用其极了哎。可是吼，我大姐吼还是那么铁石心肠，啊，还是不领情的。啊，我阿 Q 哦，好可怜哦。哎，啊，你既然觉得你阿 Q 可怜，你干嘛还 A 他？
你不要胡说啊！我哪有 A 他？再说吃喝玩乐你都有份哦。按照这个江湖道义啊，你是不是应该要在大姐面前帮我阿 Q 美言几句啊？到现在都还没有什么进展，你哦也要负点责任啦。哎，拜托嘛，你讲也仲发起无良心呢！你还用要让亚 Q 天数给你，唔系无看到，我可是尽心尽力耶。那个太极吼不领情呐，把整个心思都放在客家菜上面，哪有心谈感情？我也知道啊，可是我阿 Q 就是劝不行啊。哎，难道你忍心看到我阿 Q 一片痴情，石沉大海吗？哦，好啦，爱弟啊，爱个想办法咩？爱用做 demo 哈。哎，我都想你办法。唉，希望爱太极吼有一天可以领情到你阿 Q 的真心诚意。阿妹啊，有一件事啊，还想同讲啊。啊，拄好阿妹有事情能讲就能看啊。安尼你啊，单枪买茶这生意是真好的啊，你看，大张也都赚钱了。你做妈妹了，嘛个点心凉水，安咯，买做都安抚差不多咯。哎，做无嘛个钱啦。安尼单枪吼，故意用就好咧，唔是做那麻烦好冇？呀，件事俺没讲过诶，俺呀下茶面买个好，迄因为个茶有得奖，佢唔係講買茶嘅人變多，我本人後來買啊，我多用翻個東西做得食，日下後生人唔好食茶，俺要點心涼水，後生人冇嚟買啊。如果俺同人家講食茶都得食出健康嘅身體，記不落來啊，日下變咗新嘅食茶嘅文化。哎呦，俺唔掂嘛個新嘅食茶文化啦，俺是啲吼，一間人天天，你做就做幾多啦？還有啦。你啊，管人無閒做事，哪有時間交朋友？老人講啦，這個細漢人吼，你無吼家庭啦，事業做較大吼，過較好，咩無用啦。啊錯，我就想同講一個事情，拜託唔好喺家人面前講乜個土本用嘅事，因為想我尋唔到對象，結婚時我只講會打算啊。打算？好，你阿講，你媽打算講談去哪裡？你看，我是弟啦，你根本没冇乜個打算，咁難怪我會笑啦。我係冇結交，咱聽事情唔朋友啊，我愛做阿婆唔得等到結事哦。我係趁一下我很後生，我係打拼我嘅事業啊。好啦，那個點點啦啊，你哋啊，實實攏係尋個對象去結婚啦，那唔想看安尼啊，也免愛啦，你啊幾多歲嘅啦，其實一走都還唔低哦。你要本個較安心地位。不要，辛苦人家送我一張錯啦，他們東東走了呀，冇喊呀。也冇乜嘅，我視察睇嘅。我講喎，以後我走成頭，嗰度拿出貨嚟。
当拍摄唔好吧？阿珍姐，唔做唔是啦，阿东姑客气啦。唔好，当年我带很多点心阿东姑的无卡，真係太辛苦诶。阿东姑哦，快晒东方片，对嘛？係啊，我當然就送茶家出去啦，嗰度一片哦，一點都冇麻煩。错啦，根本哦，當我嘅茶行差點停一個期賣，他就要喊我哋期款冇，請幫忙一下。好啊，那下最要行你吧，那我過意。好啦，安子生，唔會啦。阿珍姐，你來看啦，一點錢啊，不用你一條誒。家人啊，講係不用一條誒，你唔客啊，出呢啲叫乜看到，佢全部嚟買，哎呀，不用做得嘛。咁做得啦，錢好誒。你老實唔可以記得啦，過嚟坐，過嚟坐。我將做出嚟嘅茶，本大家食看看啦。專門啊，啲細妹啊泡嘅啊，平庸美人梅香茶。好啦，食看看下。我感覺吼，你名啊真特別，還有我看你寫咪真正哦，想到哦，你傳統嘅茶葉，做一種係現代嘅方式來做呢。係啊，也係用東方美人啊，加上薄荷係梅做嘅，食看看啦。想到吼，你茶香啲味道，所以調出嚟冰冰涼涼嘅甜味，實在真好飲呢。一名嘅吼，喺那安尼哦，一平庸嘅意思咧，做下薄荷，冰冰涼涼嘅感覺，比起乜嘅薄荷梅嘅綠茶好糖多誒。係啊，家人哦，實在係天才，好彩啊，有佢攞嚟聽書哦，真係根本啊茶神一樣嘅。冇啦，那就聽上間茶名嚟聽聽啦，其他事情吼全部做你做嘅啦。總講吼，我兩世合作嘅呢係茶吼，清新風，非常好。根本就冇碰到阿姨咯。哦，阿妹啊，其實呢句咧，根本也好嘢，做乜嘅事情啊，全部懂好。誒，家人你懂好呢，先到根本你開張嘅話，家人你生意會懂好哦。你有得做，你招呼人下啊，大姐。清茶看啦，我食茶你乜嘅？總共也係爭做出嚟嘅。安我是嚟緊哦，你真是真少咧呢。全部係客單嘢點錢啊？東姑嗬，從細做安尼啦，做乜嘅事情主動認真，從來嗬做唔會想一條。自把係強下身啊，呢度好識哦，現做嘅東西啊，生意全愛，還有呀，叫成班啊，樣樣唔係好識。哎呦，你這件都得嘅nào誒？時間冇上去聽書就算嘞，還要真去查紅。哎呦，催你兩啥？我硬去寫文。拜託啊，寫下文字你仲將嚟見嘢咯？哼！嘿，條架。啊？阿媽噶，講嘅話就叫你去捱條架。誒，家自己是個拜託啊，媽你上啊，佢冇呢個意思。誒，咱講幾多遍嘞哦，冇喺人自己談唔上哈。哎呦！好啊！哎，你做嘛呀？給你一個教訓啊！根本哦，有落湯雞做的事嘞。見邊個隻老母雞做的事嚟啊？破皮就之類，親我衰咯。我個皮呀，奇怪嘢，拔毛。好，我喊落。好，光眼，拔毛。怡文，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嘛！你不要乱想嘛！我是真的还需要一点时间。你每次都跟我说需要一点时间，到底还要多久？你不要哭嘛！我知道我很对不起你。如果你真的决定不回日本，一定要告诉我，绝对不可以无消无息的失踪。我没有美满那么久
坚强，我无法承受。师傅，你还好，帮俺周日哦，我讲过会有事弟子夫妻啦。师傅你呢，我就炒了糖水，看一下风景，炒一下风。俺落了呀。唔免啦，来，大家落边注意啊。哦，冇问题。哦，拉萨。好嘞，唔使啦。俺数啊。马屁精去。阿妹，俺老你作用哈。唔是啦，你都安尼古天书噶？唔是啊，妹，我堂都给我讲哦，有事弟子服其劳，还爱摸耶，几个爱弟子，有个事情哦，本弟子去个一闪眼就好了吼。Yes sir，不过假自己也有事情哦，搞帮俺处理制作的嘞。我假子啊。那讲实在，莫耳朵嘛，你欺负阿莲姑做对人呀？哦哟，阿妹，人哪有啊，还给欺负我哎。阿妹，要做弟子吼，最贼的啦，就会在师傅面前哦装可怜。哎，很可爱的。哦，阿妹，你看你呀。好嘞啦，你都阿莲姑天书啦，你听到什么都水呢？啊，阿给来。阿妹，先出来啦。那假自己。晓得输嘛？唔晓得我教唔下。梁山冇得掉呀，夹掉啦。东姑，我根本去咯，迄本人唱哦，拄到也唱爽哟。还记得无？九十来了，差唔多台啊。哦，我记得比我较细3、4岁啊，还记得小时候哦，佢唱生人嘅，当时同佢教哦。嘛该生人呢？哎，佢哋一套本样啊，还在来呢。你哦，加油的喂！可能阿曼姨嘅神秘魔嘢以后啊，可能该太魔嘢高兴哦当单顺，当然头发卡天主菜，又要做生意，你做偷偷见哦，佢做得咱到天总店要做生意啊，还个提议偷偷变哦做公司，要时常出价，见过世面，你偷偷见吼，带出面哦，要动有面子呢，个提啥呢？虽然了很多该读书，不过我看佢当年吼，要头发卡要天做事，吼要当官，又上到当将，第三名，中意哪个3个全部都中意，3个全部通嚟做本样，用做得无？好的有数字的多哈，我咱讲正经，你人都讲大嘴骨啊，那上看咱的牙巴高身体，你下见点咪是纯运动啊，当然爱看人看爱啦，有阵时我。出去做生意，挨家唔好搞吼，大家吼，讲无聊。好，俺讲，喏吼，咱只间上课哪里哈？挨家当菜哥做到要中午卡吼，喏，咱正经都无落来上课哪，当无聊的了。真啊，按做好来做点先哦。乜嘢做？係啊，我是想講哦，東東改片哦，你係量見到見睇，眼摸下做的哦，叫佢付唔到啦。按邊做慢哦，個長期睡眠就冇啦咧，按身體會怕壞咧啊。阿曼姐，你唔是小矮啦，俺後生哦冇問題嘅，我本來哦是前來做了條點心嘛，是我喺我上行用辦一變了條口面哦，我是情況宜咧呢。但講哦，係我睇咧，我咪想唔睇。
可能按享受的感觉哦，满意，再吃看啦哈。阿珍啊，你想讲嘛？阿东姑嗰头两日来去倒啊？哈？系啊，我听讲吼，反正唔会坏啦，青岛囡吼，当讲喜卖呢。哈？阿春也没有讲，伊讲这从做点心过去了吼，加茶也要点啊吼，销售量真好。啊？冇啦，梗系记到学习啦，记到的差点本来是真有特色啦，还有记到插入真好呢。哎呦，这首爱录也好听嘛。对啦，你们请饭啊。哎，嘉怡，早上好啊！好啊，娘哎，按做了办两天哦。系啊，阮讲对的，一模啊，阿珍姐的点心哦，爱出唔低哦，样样的人传承人脉嘅，人客交代哦。阿珍姐，以下吼变成迄阿东姑的有钱书的哦。想一下，我娘家是。嘉怡啊，唔当老话讲，阿珍姐爱家心爱家心，我看做阿珍姐嘅经纪人就好诶。对吼，那娘没想到呢，假使做阿珍姐的经纪人的话吼，那一定有懂得为钱做的拿。嘿，嘉怡啊，你係亂講嘅，唔當真經啊！我講啊，唔知老阿珍姐啊，當作有錢書哦。哦，哪有？娘哎，做的十包啊就做唔得了。我講唔人煙書啊，人煙書。好啦，你哋兩晒講吼，我做下冇慳。嘉怡啊，過兩日有時間冇？過兩日。係啊。做嘛？加上人兩實做啲哦，去山東老樓啊。山東。係啊。研究每頭無限去查點先嘅東西啊？唔是，跟阿妹啲點做好咧？你上好？係啊。好啊。阿妹，早上好。阿妹因為講起來心唔好，幾水冇水好啊？我心情會唔好，所以唔好，係咪認為你啊？我？係啊，你冇得爭唔啲啦。我真係唔點乜嘅事啊！我問你啦，你個阿媽一個什麼妹吼？你下到底愛哪一間哈？什麼愛出妹啊？馬街啊，軟壞怪到哈，這個唔上課，那人上到馬街用嘅暗頭死啦，三個都冇中意哦。冇啦冇啦，冇好咧，我聽講個陳伯吼，要個妹哋喺同銀行做事情，幾隻好嘛？陳伯嘅妹，佢細時候撩皮牙齒白白，一下上到馬街用嘅愛出唔掂，係咪？土氣，哎呦，我又咩係唔掂下土氣啊？先嘗試一下做下朋友看哪咧啊？結婚對象愛只搞不清啊！簽30幾年啦，都行到該簽哦。亂講，愛爭幾多歲，簽咗30幾年，冇人講嘅啦，不斷講事情咋，係人家理由啦。阿妹，咁咪啱冇講人唔結婚啊？你还买东西啊？对啊，你干嘛给我涂一张去越南旅游的传单呢？谁讲的？嘿，嘎子，你这也太狠了吧！错啊，你太过分了吧？跟平常时啊出钱哦，不能是东西看见人算的啊。你也很爱出钱哦，不能出国旅游哦。
哎，用蛮讲哦，哎，都来结婚你度蜜月亮抽啊？哎，你这都会讲嘛该啊！我是为了表示我的谢意啊，因为这段时间我的吃喝玩乐都靠阿 Q 你赞助啊，可是我又没有办法帮阿 Q 赢得俺台积的芳心啊，我很过意不去嘛。你啊老该跟买管的呀？我知道了，所以啊，你要招待我阿 Q 跟我去越南旅游，对不对？哇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你什么时候这么好啊？想太多了你。呛你丢，看清楚呀，传单上的内容。俺这个熊我给台积啊接受阿 Q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嘛。啊，不说。我想说，阿 Q， 你就放弃俺台积啊，去参加这个越南相亲团。哎呦，好大字！你在讲什么啊？你这也太过分了吧？说什么烂主意呀？哎，阿 Q 不是很想要结婚，要过生做的亲家去请结婚对象。哎，你讲了嘛爱发，我当上结婚无唔错啦。不过我先关注自己有啥地啦，其他的无可能啦。哦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多感人，多伟大的爱情啊！赶快给我阿 Q 掌声鼓励一下。哎，那个俺台积啊，没想讲，一辈子都不要嫁给你阿 Q 怎么办啊？青山流水何处去？重逢难依旧不移。千里眺望故乡河，遥远的人，初恋未爱你。长夜抚琴也渐起，如是故人须扬起。青山下攀爬高峰，你也潇湘，无言又抚琴，玉发将要飞向天。